现在累上不的，现在那是穷的，让人你给我们上不的，钱也没用。但我们这边这里用这个多啊，这个现在就全部他这个弄了呀，等那俺们的大学生不是呐，那穷人都是那个说的，等的，可惜也是不干了啊，这大地就那的，不是地方这么多多少没什么路的，我都是用这个多，我这就真没用送的，跟着用这个路，另外嘛我都用。我但其实都洗过也过，是打来都起码的是真的不能很穷。我的但这个脑的，加上这个头一个，我在这上不中人啊，然后你给我上不说这样没用，但是可惜呀，这不平时这个主要上不900以内啊，人家这个交入平时这个呀，哪有多少我情况啊？但他从上不我700以内也我有的那样，这个刚刚给交到人民这里，影响我这个。如果这刚才对不起那个说的呀，但是上面的把这钢筋上注意了，就是话，啊上面的这个装上呢，再加上这当然的头的上线，没有做这个下线呢，真的是把上到成有就没有就蛮忙不要的，我当时就没接受，为什么？